師兄，你呢架係 Yamaha 嘅 Virago 係咪咧？250試完有咩感覺咧？首先繼續。首先第一下就一定係 feel 到個引擎係滑咗好多嘅，滑咗好多係咩？即係個引擎嗰個震盪咧，感覺好似換一個新油咁樣嘅。咁佢喐嘅時候就好滑，就撞少咗，所以咧好似一俾油嘅時候咧就好 smooth，有下挫後嘅感覺咁樣。咁我呢架係250嚟㗎嘛，仲要係20年車。咁就有翻我啱啱揸佢3年前買入嘅時候揸佢嘅嗰種感受，跟住尾速又高咗好多。以前我最多係揸到100嘅啫，我啱啱可以去到好遠啦，跟住試到81咁樣嘅。上到81，上到81，係啊。跟住但係佢仲有力嘅，不過我就唔敢操得咁勁，所以即係如果250去到81嚟講都已經好好。佢仲要係好輕易咁樣上到去咯。咁過車嗰啲都爽咗嘅，因為平時因為仲要巡航車咁重咧，平時過啲大車咧，可能要過佢差唔多成2秒咁樣，但係啱啱都可能近乎1秒就搞得掂嘅事，所以可以話係幫架車年青翻，年青回春咗。係啊，真係咁。多謝師兄你呢個 feedback。係。